来看这条新闻，有影是真超过。伫台中有一个姓侯的妇人人和两个查某囝，涉嫌甲印尼看护液态灵芝，要求伊逐工就要做21点钟歌，佮甲伊故意扣薪水，甚至限制伊的行动通信自由。一直到中人发现有问题，才通报移民署，就要去互救出来。台中地检署最近侦查终结，对这3个人依照违反人口贩运防制法，也有刑法等罪嫌。甲因提起公诉。搜索票要在这边搜索，请你要配合。移民署侦讯队员提搜索票上门，因协报台中一名姓侯的妇人人，去年5月聘请印尼籍看护来照顾中婚后生，也毋过妇人人甲2个查某囝，定以工作不利为由，涉嫌对移工口头拘禁，一直到移工中介上门关系发现，代志才别空。人已经打成这样了，你看，我要带去验伤啊，这个。你们太过分了，太可恶了！移民署调查，印尼籍看护去年5月到至工作9个月期间，逐工工时21点钟半，姓侯头家顶3个人，毋那是找工找房靠伊的工资，也时常甲伊先喙皮、油头脏弄壁、加破烂衫，甚至对伊的喙内强灌水。另外，也强行没收看护的手机护照，限制行动通信自由。台中地检署3月底指挥搜索，5月2日侦查终结，认定姓侯头家顶3个人涉犯人口贩运防制法、刑法伤害罪、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、恐吓归案罪等，提起公诉。侯姓被告等3人涉犯人口贩运防治法之意图营利、以强暴、胁迫、恐吓、拘禁、监控等方法，使人从事劳动与报酬显不相当之工作罪、刑法之伤害罪、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、恐吓为安罪等罪嫌明确，提起公诉。台湾人权促进会表示，这名印尼籍看护的处境绝对不是个案。台湾类似案件进入法院审理，定罪比率计建议将家庭看护工纳入劳基法，还是订定家属服务法保障。家庭看护工、家事劳工纳入劳基法，完整的保障，还是有一个家事服务法、一个专法来保障，基本上都是目前可以去走的方向。台权会强调，无论为软公约还是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来看，台湾原则无符合国际人权标准，安怎制度化保障外籍移工的劳动环境，也是政府不当回避的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